廉政專員胡英明率領廉政公署人員到達南非，首次以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身份出席20國集團反腐敗工作小組會議。胡英明發表講話，呼籲參與各國聯手，團結一致打擊全球貪腐罪行。胡英明介紹聯合會3方面嘅最新工作成果：一、加強反貪機構之間嘅經驗分享；2、加強與不同國際組織嘅夥伴合作；3、加強全球反貪持份者嘅線上聯繫。今次20國集團會議總共有超過20個司法管轄區，共100多名嘅反貪以及執法人員出席。會議期間，廉署亦與多個參與會議國家嘅反貪機構進行雙邊會談，探討未來合作同反貪培訓。胡英明會議後轉往南非約翰內斯堡，之後拜訪中國駐南非特命全權大使吳鵬，分享廉署嘅國際反貪工作同了解當地社會嘅經濟發展。胡英明總結南非行程，認為會議成果豐碩，體現到國際社會對香港廉政公署以及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工作嘅高度肯定。